睇影片前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多謝。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團長日記。最近好多朋友問北上睇牙邊度好，睇過好多廣告，驚唔穩陣，所以今日團長帶大家實測一間龍華區非常有份量牙科診所德貝美口腔。佢哋創立7年，連續5年俾深圳衛健委評為醫療服務 A 級單位，代表佢哋醫療水平、衛生同收費全部過關，係正規牙科。而且今次體驗德貝美送出團長觀眾免費預約洗牙同檢查牙齒，仲有50歲以上免費種牙1隻，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可以點預約？大家睇落去就會知道。輕輕講下當日點去。落馬洲福田口岸過關，過完關一出轉左手邊，搭扶手電梯落1層，直接坐地鐵4號線，全程唔需要轉車轉線，坐到清湖站落車。我哋 C 出口出，C 出口出直行會見到 C1、C2 兩個分叉出口。當日我就落 C1 出口出，同大家一齊行過去啊！好近地鐵站，1分鐘路程。當日我有計時，喺香港落馬洲開始，到達德貝美大約1小時左右，俾大家參考返時間。行到過嚟，我哋過對面馬路，見到畫面呢座金聯國際商業廣場。我哋坐電梯按2字樓，一出電梯就會見到德貝美口腔門診部。一入到嚟，感覺規模真係幾大。佢哋喺龍華有2間牙科診所，我今日嚟清湖總院有成3萬尺，一齊行一行，睇下部分環境。診所按照德國齒科標準打造，佢哋有核心理念，做有溫度的3好牙科，質量好，服務好，環境好。呢度裝修好闊落，完全冇冷冰冰醫院壓迫感。呢度診症室好多，有專門種牙、箍牙、美學修復、牙周病治療、兒科口腔專科等等，每個範疇都有專門醫生負責，真係好專業。講到專業，一定要睇佢哋醫生陣容。德貝美主打碩博專家團隊，即係話呢度好多醫生擁有碩士或者博士學位，就好似賴院長。佢係德國科隆大學種植碩士，已經有20年醫齡，親手種植過牙齒超過5萬隻，係名副其實專家級人馬。揾咁專業團隊幫你睇牙，心理負擔細好多。而且佢哋仲係深圳市醫保定點單位，即係話佢哋受政府監管正規機構。最重要係收費標準跟足官方定價，唔可以亂嗌價。對上嚟睇牙香港人嚟講，收費透明度極高，感覺更加穩陣。除咗睇醫生技術，硬件設備都反映專業程度，有口腔牙齒照 CT 機，醫生精準360度睇到牙骨神經位置，種牙之前睇得咁清楚，個心踏實好多。其他微創無痛技術、洗牙美白機，每一張診療牙燈都係用進口品牌，佢哋喺設施上投資真係唔少。當日體驗在場客人香港人超過1半，你睇下照 CT 門口幾多人排隊。德貝美工具消毒方面非常嚴格，14項無菌消毒工序處理用過工具，初步清洗、分類、浸泡、清洗、擦洗、超聲波清洗、烘乾、檢查、上油保養、真空高壓滅菌器、滅菌監察等等，再用1人1包裝喺病人面前拆封，保證冇菌。今日團長嚟體驗洗牙，亦幫大家爭取到福利。首先老友記，只要你年滿50歲，有香港身份證或者回鄉證或者護照都得。
免費送美國或德國品牌種牙一隻，價值3980蚊。另外仲有洗牙，只要你講係團長日記觀眾，德貝美會送洗牙免費體驗一次。方法好簡單 ，scan 畫面 QR code， 直接 WhatsApp 佢哋預約都得。想免費體驗洗牙種牙觀眾朋友唔好錯過。如果大家同團長一樣第一次過嚟洗牙，程序都好簡單。首先嚟到寫低少少個人資料，跟住可以行下參觀。德貝美喺香港公益活動上面都做好多善事同義診服務，有香港關愛社群、2026年香港公益揮春行動等等。參觀完可以去佢哋休息室，裏邊有花茶、有水、有小零食，環境舒服，坐低慢慢等洗牙。種牙50歲以上長者送一隻，團長冇呢方面需要。今次好榮幸請到賴院長親自解答有關種牙上邊幾個問題，我哋一齊聽下，希望幫到大家了解多啲，減少種牙疑慮。種牙嘅問題想問下嘅，咁種牙咧成個過程咧要幾耐啊？即係由開始到完。我們一般3到6個月，3到6個月，3至6個月，係一隻定全口？一隻也一樣，全口也一樣的，都一樣。如果有牙周病，可唔可以種牙？牙周病我們要看一下，如果有些人牙周病很厲害，他骨頭吸收了，吸收的很多就不能種牙，所以有牙周病的人要先早點到醫院先檢查。你呢度冇得檢查？對，到我們來檢查一下。哦，咁如果平時比較忙，即係冇時間成日過嚟嘅話咧，可唔可以縮短種牙嗰個時間？可以的，可以縮到最短。其實我們最快的當天就能把牙帶走。像他這個人，他把牙齒拔了我們就種完之後，我們笑就會幫他把牙裝上去，一天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就是那種缺牙缺的特別多的。對，不然他一顆牙都沒有，他吃不到飯就很辛苦。如果種咗一隻牙啦，嗰隻牙可以用到幾耐啊？我們目前全世界來說，最長的能用50多年。但是但每個人不一樣。就像有些人，我們自己的牙一樣，我的牙可能到80多歲都不會掉，但有些人20多歲，他自己的牙也掉，就是每個人不一樣，就根據你的維護，就是你要擦牙要定期檢查。保養好它就能用得很久。如果你沒保養它，包括自己的牙也是會掉。點樣保養啊？平時就要認真擦牙咯，定期到醫院來檢查，有小問題我們及時幫它處理了，就不會有大問題。如果種一次牙咧，要過嚟幾多次啊？一般來3到4次。3至4次，隔幾耐嚟一次啊？第一次我們種進去，然後過1到2個禮拜。來拆線，然後下一次來倒模，然後再下一次來裝牙。對，第一次大概1個星期，第二次是3個月，然後再過下一次就是2個禮拜。咁喺平時喺香港種牙同過嚟種有啲咩分別啊？沒有分別。價錢呢？價錢這邊會便宜啲咯。會平啲嘅。而家呢度幾多錢啊？我們幾錢都有。幾錢都有，睇下種幾多隻。係。有冇啲咩優惠啊？有的。對，優惠的話，我們到時候他來了，我們根據他的情況。對。如果普通可能種一隻咁樣，大概幾多錢？大概3000多。3000幾蚊就一隻，咁就包晒咁多次上嚟嘅價錢。係啦。好。今集介紹嚟到呢度，團長實地體驗過德貝美洗牙服務，由環境、設施、醫生級數、工具處理、服務態度，我覺得德貝美口腔攞到咁多年官方 A 級認可，石博團隊3萬尺規模做得好踏實。北上整牙做完，好多人怕有事冇人理，其實呢度係德國卡雅終身質保機構，
用德國頂級品牌正貨材料，會有一張保質卡。售後問題唔係淨係得間診所保障你，而係德國廠方全球保障你。對香港客人嚟講，呢個先係真正穩陣。鍾意今集介紹，請幫影片點個讚，訂閱團長日記頻道，分享俾你最好朋友睇，話俾佢聽，原來睇團長頻道又送洗牙又送種牙咁多福利。日後有其他實用資訊，團長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有你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收睇，拜拜，我哋下集見。